国际新闻，咱来关心以哈战争即马是有达成加沙停火协议，是用高麻人质来达成这个协议。按算伫今仔日拜五，当地时间早起7点，也就是台北时间下晡1点会开始停火。若即摆伫中间线的是卡达讲一定会照拼照行。以色列嘛已经对外表示，对加沙对北到南拢袂有任何的军事行动。加沙4天的停火加人质交换，即马自拜四延到拜五，互国际社会真意外。做中人的卡达离散这项宣布，互代志更加肯定。The beginning of the pause will be 7 a.m. Friday, the 24th of November, and it will last, of course, as agreed, for 4 days. And the first batch of civilians to be released from Gaza will be around 4 p.m. of the same day. 卡达讲，两边拢已经将这边要放的人质的名单交予对方。第一批互哈马斯掠去的13位妇女加囡仔，迄天下昼就会被放出。不过并无讲有偌济巴勒斯坦犯人会被交换，但是官员的讲法是，哈马斯每放1位人质，会换转来3位巴勒斯坦人。以色列答应照协议行。מהצפון לדרום זה דבר שהסכימו עליו. צה"ל ערוך בקו הזה ברצועה. 伫咧停火协议正式生效之前，以色列23犹原继续空袭。即天下昼，伫咧加沙中部一个难民营被炸制平地造成死伤。以色列北部的空袭警报是一直响。真主党表示，自黎巴嫩南部发射48粒卡秋莎火箭弹。当停火协议正式启动，而且精准执行，代表这场外交突破会当互230万赴以色列连续轰炸几个礼拜的巴勒斯坦人，也有以色列人质的家属心中的痛苦小可较降低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。